嗨，我係史希華。你要當自己係一個藝術品，藝術品係獨一無二，係要需要有一定嘅認知、教育背景同埋常識先可以進入個門檻去認識你嘅。因為藝術品係得一件，古時學藝術係一啲達官貴人先可以學得到嘅。你冇翻咁上下財力，冇翻咁上下影響力呢，你係進入唔到呢個圈子嘅。所以你都係獨一無二。旁人睇我，一啲藝術家睇我，你咁特別嘅，因為我就係值得擁有呢一切。當時嘅藝術品係當時嘅維度、當時嘅認知、當時嘅心態，嗰啲藝術家先會創作出嚟嘅。例如去古代被貶啦，又或者仕途失利啦，又或者我歸隱田園，先有個心境，先有個環境，先有個維度。譬如嗰時係處於一個好高嘅維度，你嗰個心態，你先接觸到一啲仙佛界、一啲神獸去創作出嚟俾世人見到。你諗翻轉頭，你會再做啊？冇噶啦，係做唔到噶啦，因為嗰時先有嗰個能量去促成呢樣嘢，你先見到更加高維度嘅產物，所以你就係自己最好嘅藝術品。